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我讲来啊，用来，按叫好无？睇面色，哪叫发片啊？唉，最近吼，都无限年代发片啦。不过呀，去无限的吼，迄条留言嘛。哦，所以按叫懂无限了。是的啦。唉，不过吼，最近吼，董咪嘅客家老歌谣啊。哎呀，我讲过呀。嘿，最近吼想同客家老歌谣搞到我创作地位，安尼吼，就佢把客家岛人认识咧客家文化呀。哎，讲起来当奇怪呢，按叫唔记咗嘛，睇下同不同好按客家文化呢？啊？乜嘅客家？系啊，就像我之前的公司啊，他就得办那个客家文化节，我作为之前的一个前任的企划负责人。哦，哎，佢拄好呢。我之前合作嘅唱片公司吼，最近打电话帮我，即系讲吼，佢写一张企划部主管，你兴趣冇？好啦，等休息来吼，再同你讲啦。唔咩安尼个啦，那对唱片冇买了解，那讲做唔好。我讲假音啊，唔是笑啦，一家公司系导演发经验诶。给人业务吼，唔止唱片店店啊，还有广告媒体同出版社啊。嘿，唔过新创业吼，给人业务吼，嘿用客家文化比重点的啦。用讲到那根本你来请，同样来请谁作用诶？其实冇差呢，因为吼，我想吼，到时候喺同厨师嘅嘛，收机费啊。嘿，唔过新创业吼，一家公司嘅调价吼，喺到美国睇嘅。嘿，佢當要理想哦，各位吼，公司嘛做當好，還要哦，幾多崗位吼，係分公司呢？哦，要做得一次考呢哦。超過一次考呢？用按叫不考好嘛？講到不卡吼，還做得啦。你要好什麼？好食。客家菜肉啊？這樣。兩味都好食。安尼薑絲炒太炒。好。还有嘛个？米饭的鳳肉，鳳肉一點哦，做點嘛？小姐，菜點乜事條了鳳肉用問來咯？啊，鳳肉啊，歹勢，鳳肉哦用燉的啦，話定下9點啦。我每啲鳳肉煮下叫啊，唔加入講啊，行去叫咗同我講下嘛。哦，鳳肉啊，差唔多可能8點鐘叫誒。啊，8點鐘我們等你啦。歹勢。哦，歹勢啦，冇個定價，我都離開啦嗬。好。鳳肉一定哦。我冇嘢哦。定價啦，好冇？定價我都離開啦。我等人叫呢。唔會啦，定價就好啦，嗬。歹勢啦，嗬，歹勢。哎，阿梅啊，你會拿麥呀？我來。來，出來咧！下屆鳳肉又買來了哈。哦，念師就來，好。鳳肉，就會鳳肉啦。
哪位老你看电啦？你就去挪杯啦，你跟叫按呢？我不跟你看就按多操嘛。不是，走。做朋友要用心，迄无个心嘛，都有多加实了，几盘的朋友就快开。还看你臭吹啊，要不然你那按多就等啦，啊？就迄个咪死，爸爸个咪死，不敢每个心，不用下来，一山的输的。那个意思是讲，用紫苏压流，让弥漫蜂鸟落下来。唔多系谈好诶，你阿兄系做做嘅事情咯，自己系财经嘅人，马年就赚唔翻嚟蜂鸟，唔对冇？来啦，先啉杯茶。
好啊，什么？哎呦，其实哈，我来到美满了以后哦，我想弟啊，这类东西啊，没是保持好嘞，精神上没做安慰到呢。系啊，一到美满6個年下哦，就講哦，來亞威食飯哦，做得食到幸福嘅明星呢。係講佢條心情唔好，佢條就會想來亞威食飯啦。因為哦，等到食飽誒，佢條就吃到做得全到重新開始嘅力量，做得免少少嘅行出去。其實哈，我咪係來到美滿了以後，才得到榮幸嘅呢。我希望哦，有一日我做一點心，未做得從美滿了料理強人哈，帶本大家力量。係啊，做得帶本人力量，你做得本人相信，我所以相信嘅事情。哈？冇啦。你看看，跟你头啊，都晒到稀不来了，让风草，大好时光啊，都被你睡掉了。难得放暑假嘛，补眠啊。放暑假，跟以后我们叫你台北了。哎，暑假是学校社团最忙的时候，哎，3天2头就办活动。我要是台北苗栗有2地跑的话，那交通费不是很贵吗？而且啊，我留在这里帮你当免费劳工看店，不是很好吗？嘛干免费劳工啊，讲啊，迄人台用还差不多嘞。那当然吹中啊是啊，哪是要人家开手机啊，吃喝玩乐全部都把我买掉回来。放暑假，哪那忝哦？给带去啦，早餐要变午餐的啦。说啊，平常啊还用牛奶啦。阿 Q， 这包子硬的跟石头一样，怎么吃啊？哎，你的嘴越来越挑了吧？我就觉得很好吃啊。真想念美满楼的超阿贵、9层糕、红豆麻糬，我都好想吃哦。乱塞哇！你给我改啊？我是说，美满楼啊，早晚有一天会被你吃垮。干嘛这样说嘛？阿 Q， 卓马盖，你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啊？我看你这种表情啊，那心关度都毛毛的啊。毛毛的，阿 Q， 我要是有什么鬼主意的话，那还不是都为了帮你？阿 Q， 你不是喜欢加油大姐吗？喂，有兄弟用假酒的骗爱钱啊？双拜啊，不骗这有钱给我，2拜啊，没可能的啦。哎呦，干嘛说那么难听嘛？我也是希望有一天加油大姐可以成为我的 Q 妹啊，那这样哈，我就有口福了耶。只是制造机会总要有一点点经费啊。好嘞啦，天发向的啦。喂，南美瓦斯啊？哎，日通拉斯呀，好，马上送到了啊。阿 Q， 我跟你说哈，以我跟这个佳慈的交情哈，要他在这个加油大姐面前帮你说几句好话，一定是没问题的啦。只是总要给他一点点甜头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佳慈她很喜欢看电影，最近暑假刚好有几部强片要上映哎。来看啊，好看天上影啊，黑你啦。来事情啊，就不用麻烦你了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乃丽哈都已美满楼。哎呦，有没有啊？好看呢。
你起嘛干啊？冇啦。错嘅啦。假如都不卡。哦，卡拉去出去耶！你买事情亲机，人喺讲什么嘞？我就来讲啦。冇买事情啦。错啊！今日上大年有钱多冇？你两年真係當成錢啊！每晚兩年大家都好人，一按人就上大為難佢哋，真係太過分嚟啦！你兩年咯，真叫人長家死槍槍啊，切子切孫啊，還有好嘞好嘞啦，今晡日牙齒幾多錢啊？就看那牙齒係起感冒啊？唔掉老年客啦，老窮樣都好嚟啦。喊做去打齋哦。那冇帶人錢咧，安尼啦，行一擺向我收好啊。哦，安樣，莫你等我一下好冇？我哋落去拿，好。牙齒棒。牙签不易啦。啊，安子谁啊？错啊！一玻璃燈哦，都緊要打爛鐵嚟嚇，如果唔夾到裝哦。因為師傅講，就困喺工商下多，我呢啲4點公司聽，講係派到後背去啦。唔是啦，我嚟裝都好嚟啦，我任時嚟買啦。真係嚟哦。係啊。咁希望你哦。安子誰啊？主角那樣嘅哦，係客家強勢妹。唔好笑我啦，就算吼有一身的行頭，冇正經本事，也請唔到社招啊。唉，你好從太好認識了一下，我對你一直都有信心，所以唔是講一份工作只愛唔肯做，絕對係贏嘅。時間差唔多啦，阿姨。係來，唉，你現在冇變呢吼，按多年來。哇！從來冇遲到嗬，做佢遲到然後唔喺我邊後面食佢。當然啊，遲到係一個最唔好嘅習慣啊。唔講，加成日就遲到5分鐘，啲啲都有14年，加住50分鐘誒，50分鐘做幾多聲啊？唉，錯，家陣係幾冇遲到呢？來，前面。其實是我已經看過人嘅履歷，也同院方講了同多，對你過去嘅經驗。我也挺欣賞。我個人方面，當然都希望能夠加重人嘅創才，向下來為公司打拼。故所根本用過來，主要想談談看人嘅想法。按之前眼看中愛，公司按有名，那麼希望做得到也到上班。唔過我冇到唱片也一行做過，所以希望唔本來啲時間，那做得重新來講。挺好挺好。既然你也有意願，接下來就來講詳細嘅內容。關於薪水、勞福利嘅方面，我想同好講，一定可以滿足人嘅要求。你也冇需要擔心關於私營唱片產業嘅問題，因為我希望你負責嘅部分，同過去嘅經驗有關。我嘅意思係，我想愛加重人嘅創才。負責爭到上海成立嘅廣告公司，唔假使過去就係規個公司嘅負責人，也就係總經理，我絕對會本前台空間來發揮。我想唯一要克服問題，就係一份工作要時常待在上海。我想唔係單身又很後生。一點問題應該唔係問題，點辦啊？去上海。家
来一本。安之星。家燕，你跟國天去上海這份工作，依隻新嘅地方未當好啊！再講吼，一間公司本嚟薪水留福利就比那以前嘅公司更加好。對我來講吼，係隻新嘅機會。唔過我哋哦，依隻細蚊人家喺上海係當辛苦嘅哦。唔好唔記得，我係徐佳音呢，那咁樣嘅苦，我到隻新嘅地方，開創隻新嘅人生。錯，你現在冇變，從來冇認輸嘅人。打開，聽書啊！聽書。不過家燕，人福家燕，咁樣風險已成於上海。嗱，我慢慢講半幾日就了解。再講吼，一擺吼，對我來講係一隻清好嘅機會哦，那麼上半幾就聽。你講冇錯啦。你們就冇談講，你要搬條路哈，要搬到上海去啊？這片又冇說。阿姊，以下一間公司本來薪水留福利就比以前嘅更加好，但有乜嘅理由冇安尼機會呢？唔過你只有一個人過去聽聽呢，都按上述嘅地方做事，還要過你一間公司，一個細妹人安尼做事哪有本乜嘅細奶老細妹呢？以下乜嘅石頭誒，就算細妹你沒有去改一片田啊！我嘅意思係講哦，哪一件邋遢嘅，那我必去改人生負責。再講，根本你係因為人家哋向下不卡人，那再讓人家哋講，就算人家哋反對，我還係一定願意嘅。家燕啊，你太固執噶呢？就算講你80歲了，你還是阿妹個妹，我係你個太子啊！家姐，佢如果結天愛死嘅，你就不死咩？阿妹啊，也冇窮樣啊！乜解冇窮樣咯？家人就講過了咩？今年生了行那條路點樣地？人家講了咩冇意思？不如上海啊，看到沒有結胎啦？你叫冇較好，你還會關心嗎？姨姐啊，太子哦，唔係正經老人發現的啦。最近哦，安尼屋卡發生青島嘅事情，太子嘅壓力沒動態啊。不過太子係正經關心你嘅哦。佢哦，寒度嘅時候，自家係生意去上海，安尼冇人照顧你嘅。其實我知道安尼屋卡有兩隻阿妹，一隻就係阿妹，一隻就係太子啊。姨姐，你會好好去上海做事哦。捱到水唔要，我以前教哦，到時候哦，你教嘅、大嘅就會靠你啊！哈。你今年應該啊，很想出去行行嘅。奇怪，張雅婷婷太家就做唱唱。哦，以前水咪教好咧。哎，你看，也就係銀福卡天然嘅茶葉，每個有兩七蚊喎。也係我用有機嘅方式嚟種茶樹，全部冇打藥嘅，除蟲啊，全部用人工嘅，按用這做的保持最自然嘅方式。因為你有事情啊？我心情都唔好。結束一段感情，你冇睇呢隻聲音呢？
想本自家一摆新的机会，有只新的开始。你冇看明眼吗？我想哦，唔就留下经验哦，当作喺人生中一只过程。我以前冇错噶，唔错噶，唔同嘅世代哦，喺唔错嘅时间下熟识，怎會有見到一樣嘅結果？也係人生嘅難題，也沒有我自家嘅難題。唔管用品，我都支持我。每一隻新嘅地方，有一隻新嘅開始，應該好嘅事情。俺只說，也一排吼，真運動艱苦，做得輕3年公司所有事情，心情好動多。以後有乜嘅事情哦，我自家壓到咧。我記得有兩隻老朋友。唔係哦，有乜嘅事情一定要拿來講哦。以茶代酒，祝佢家人一帆風順。俺只說。白盈盈，希望你以後嘅人生也做得一帆風順。說下就來，咩知先同人講很多。唔會，聽講心事係我嘅榮幸。不過以後希望談快樂嘅事情。我記得你有實講好嘅哦。那我記得。放心，我一定會本自家過得更好嘅。好，我先嚟咗咧。好，拜拜。啲天賦用法啱用啊？歡迎靠位啊，而家哋係忙時間班。而家已經嚟，我要買6分鐘好嘅。好。家人，玻璃燈哦。什麼啦？已經裝好了呀？草餅也要動裝嘅啊？哦，錯啊，家人，你今日我意思錯啊？我知嘢啊，你看，迄杯蒙亞斯的啦，你說我買幾多啊？做買幾多啦？唔是啦，阿珍哦，大早就去買了呀。哦。我先去摸下了。嘿，做乜行嚟啦？要吃閉門羹好。我係田叔哦，讓我太極講嘅好發毛。哇，水明啊，求望人真見到熱心呢。天3日咯，還自家去買個電來誒。雖然講哈，福卡嘅電腦已經裝好嚟哦，不過有個神秘主義充有啦。真嘅宇宙無敵霹靂超級大好人呢。好嘞，一路行嘞。嘿，他腳掉呀，扶唔出嘞。你去哪呀？當然可以看天樣啊！水面還都嘅電呢。希望你嘅電影票哈，我冇擺拿哦，我要讓你天數更好快哦。呀，放心啦，我講按太上哦，我太極一定有糖到嘅。來，合作愉快。嘿，夾夾。
出来。啊！阿妹。啊。 阿妹，你化妆都按讲用的中的喏。当然了，功夫照顾啊，啊，你自然就会讲啊。嘛是咯。哦，那我出门的啦。我一送好的还有很多东西还忙做。跟俺表姐吃饭吗？冇呢，那老男朋友约好诶。好了，同朋友约好就出去了。干哪乐意了？好啊。 当伊咧理发、除草，年年啊，还没考安江的法本还考呢。我呀，从小就得到他，同阿妹生冇法好讲。小阿娘，还没说蛮好啦。 下嘛个暂停营要做蛮下咯。哎呦，今日你唔去劝下吃饭嘅啊？家营出国，我准备好给好食嘅东西分给先呢。唔是，佢安排唔好叫你吃饭哈。真嘅呢？哎呦，佢大摆装了就安尼咧，今日还安尼啊？差异了，是安排呀，就上人呀，谈什么？ 你也是嘛？刚刚来忙时候嘞。我这个装就好嘞，那4点是冇要紧。哦。哈，你的助理啊，还没辛苦哦，我来退休啦。我这个就好啦，冇要紧啦。 做阿妹啊，就要用芯片，啊做好了，看表是不是实在给。
嘅家己来分菜，加汉拜过年的时节，俺富卡一定还有料吼，俺都马干了，对吧？万事如意。 自说，我过来以后都那到诶，那做记得也弥陀，那我带着人嘅爱，你开创那新嘅人生。多了伤害哦，你会打电话转来哈。我卡给认真啲的哦，你平安多了呀，啊？你哦，要注意身体啦，大风事情哦，要小心点的呀。吃饭啊，还有睡眠要正常，没像以前呢，一冇喊了哦，马个事情就冇管了。你就3年多给骗呢，还讲不骗了哦，就冇人做得照顾你啊。好嘞啦，太子。 你只要去七家弟啊，去去做事，又唔系唔可以做。你都要啷个嘛呀？啊，讨厌无忌，讨厌无忌，你有冇嘛个意思啊？不要说了啦。你也得放心啦，然后本期家哥都懂好诶，我会随时打电话转来。你也得唔是担心啊，你以后不要担心哦。 师弟，你咩来啊？对啊，我来送佳音姐。我打扮咯吓。唔好唔好。人代志都要交代清楚的呢吼。你3年老辈啊，注意到的，做嘛事情要想清楚样做。啊。我知啦，你放心啦，不管哪到哪到诶，要做会记得，还密码留的么嘢。家姐。 你係嗌做叫聲班，你大點事啦？安子說，唔會啊。好啦，佢已經冇電影嗬，好去哈。唔該。哦，很多嘅水哦，你輕啲。唔是輕嘅啦，你3年後做得食到飽、睡到飽，係人生地度最幸福嘅事情啊。太子，阿珍姐，下次。 阿妹就搞不一样的位哦。妹，乖哈，注意点啊，乖哈。好了，好爷啊。 老爷，依依，爸爸，多多麻烦你了哟。唔会。拜拜。我们会去上海找你的，路上小心。拜拜。依依，拜拜。我声音哈。拜拜。拜拜。 做得开点的哈，哈，准备。
甲菜面头按好啊，除了食材同酱料啊，当道菜全部靠当场的时间炖起来。像那风油咁樣啊，冇這種方法，但是比如講地步結條要3點鐘以後，更有好食，比如這地步就會化開嚟。像那筍乾，結條先拿出來煎，煎有一段時間了後，差唔多，你就來裝起來。裝起來差唔多，再做啲薑落去。好，拿來表。半點鐘就唔知試看啦。哦，睇無啦嚇，睇有人標意思落去，等下個1點鐘翕好就成功了，就做得哈。哈，上到了一盤風油啊，吊上桌，你睇一下是強強誒。係啊，會不會哦？還能發展台功夫誒？當然咧啊，你買那個風油，真嘅真材實料，唔係凊彩講誒，對冇？韓國風油蛋糕，加啲一種香菜，啊可以啊，較正，你咪可能較香啊。二姐才刚去上海哦，我就开始想她了耶。嗯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存钱啊，然后等寒假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去上海找我二姐玩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爸常去上海出差哦，他说啊，那里啊简直是美食的天堂啊，那里啊百货公司啊 shopping mall 超多的啦，完全不输台北哎。真的哦？对啊。那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干什么哎。会不会是那个混蛋派来的？哦，那个混蛋还敢来哦！小声一点啦！你要干什么啦？你这么莽撞哦，这样子不好啦，会把事情搞大。我们要慢慢的看，静观其变，好不好？好。二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好奇怪哦！快去看看，快不见了！人呢？怎么不见了啊？奇怪了，刚才没有看到的啊！好奇怪哦！快走啊，快走！好，快点！他真的不见了耶！奇怪，怎么一下人就不见了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会不会大白天的就快点鬼耶？不要乱讲话啦！可是他不见了嘛，好奇怪啊！走啦走啦，真的很奇怪。你用啥黑鸟的哈？买个东西买很久啊！哦，冤枉哦，太子，还唔咩？有冇记者报应？你还讲轮龟啊？叫对你了冇哈？哦，大姐不用担心啦，我们俩没有怎样啊，只是哦，我刚好看到一个怪人哦，然后一直往我们这边看呢，然后鬼鬼祟祟的，我看啊，8成是那个混蛋啊派来的啦。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渝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人，思念為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去。
石斑爬高发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